分享阳光，分担风雨，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。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，我区大部降水过程频繁，尤其是东部和南部降水强度比较大。那么近段时间呢，我区降水的过程是一轮接着一轮，这使得中东部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也比较高，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巡查工作。预计今天夜间，林芝市、山南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，局地会出现大雨。那么，纳曲、拉萨、昌都北部、山南东部以及日喀则市北部、阿里南部一带应有小雨或雷阵雨，局地会出现中雨。明天白天，林芝市、昌都南部、山南南部、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，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。那么，像纳曲、拉萨、山南东部、昌都中部北部以及日喀则市北部、阿里南部一带应有小雨，局地会出现中雨。出行方面，明天主要是在昌都南部、林芝市、山南市南部、日喀则市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降水强度，建议出行人员注意交通安全。好，来看一下具体预报。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4到25摄氏度。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，纳曲雷阵雨转小雨7到18度，巴宜区转中雨15到23度，乃东区多云转阴14到25度，卡舒区雷阵雨11到25度，格尔县多云11到23度，比如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。祁隆小雨转9到20度，墨脱中雨20到26度，普兰阵雨8到18度。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：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4到25度，珠峰大本营多云3到14度，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4到25度。扬州雍湖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，冈仁波齐阵雨5到16度，巴松措小雨转中雨12到21度，雍布拉康多云转阴12到22度，桑耶寺多云转阴14到24度。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。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看。